白白的雪，蓝蓝的天，红红的太阳，还有黑黑泡泡的卡布奇诺。榴莲当头，我是秋子；只有高照，我是露露。是那露露，我问你，长得这么美若天仙，然后像是仙女下凡呢，你有没有想过考虑去当选美当梅姐呢？等一下，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是不是烧坏脑了？我天天都烧坏脑，因为你才是那个榴莲台的女神啊。然后你说的我像仙女下凡这样，那我不是好像欺骗了我们的听众没有啊，这种客套话也要说一下，我相信你们不需要啦，他们不会对我长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吧？重点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去当梅姐啊？去当梅姐没有我真的没想过，真的没想过，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我觉得是被一些就是那种媒体啊，或者是电视就被骗呐，就觉得讲说你去选美的话，一定就是要长得很瘦，然后很美，就是白白啊，然后高高瘦瘦，很有气质的那一种，才是有资格去选美的，去参加这个选美比赛啊。我看了这个国外跟我们马来西亚国内的选美比赛，说真的，我们对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选美素质是惨不忍睹。我是这个真的，我真的是有一种想要翻白眼翻到外太空去的那种感觉，因为跟外国的那种水准差太多了。外国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前有后，然后然后就是非常女神级，而且就是非常有自信啊等等这些的。那其实呢，梅姐有很多种。梅姐呢，不单单只是我们每次所看到的长腿大胸，然后说话非常的口齿伶俐这种梅姐。那我们在泰国吧，没有记错的话，泰国也是有人要选美吗？对，有人要选美，还有肥婆梅姐，就是你的这个你一定要得到一定的重量，你才可以去选那个梅姐。有这样子的哦，对，那我应该多吃一些，然后我就去泰国可以参加，应该差不多刚好了。就我先吃了一个晚餐，我再去参加就对了。你吃了一个晚餐，你不到他们那一个重量，我跟你说，他们这个体型是你的3个吧？我的3个，对，那容易啊，只要没人在吃就好了。不是你吃你就可以做到的这个事情。那不单单只是这个，还有妈妈梅姐。就是妈妈梅姐我有听过，你一定要是一位妈妈，不管你是单亲的或者是双亲都好，只要你一定是生过孩子，那你就可以选梅姐。所以这个梅姐呢有很多种，但是我们看了这些梅姐，她为什么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梅姐出来呢？主要呢就是为了让女性，让他们意识到，不管你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形态下，你都是漂亮的。是，而且我觉得其实选美这个活动，它是带给了很多人一些信心。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讲说，你结了婚以后，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出去工作，然后你只是在家里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是会从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美眉，突然间就可能变成了一个黄脸婆，然后在家每天就是等那个丈夫回来，然后就烧饭，要不然就是顾孩子。我真的觉得好可怜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所有女人逃不开的宿命，只要你结了婚以后，你就必然会被婚姻绑住，到底是不是对的呢？我觉得应该现在不是吧，因为这个时代的关系，而这个社会的影响，很多的女性她们就算结了婚以后，她们还是拥有她们自己的事业。是。那这个我们这么说的话，可能我们太年轻，但是我们线上呢，我们也有一位非常美的梅姐。她算是港姐吧，因为她是香港来的嘛。然后呢，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看到她真人，我真的是被她的这个体态啊，还有她的这个举手投足啊，都被吸引到了，因为她真的非常的漂亮。是，而且身材也非常的好。对。那我们线上呢，就连线到了我们来自香港的朋友花花楼西。你好，你好，花花老师你好。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你在这里的KL 是马来西亚。係啊，啲朋友好，我是花花老师。是，其实我们中文说的不好，没关系。其实不只是我们 KL， 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有包含很多国家，包括香港呢也有香港的听众，然后我们也有这个马来西亚、台湾啊、中国等等的听众都有。没事，花花老师，如果你说普通话说的不通的话，我们可以说广东话的，我们有广东话 expert 在这里，我们可以换一下那个 channel。对，
好啊，多謝你哋啊，係啊，我都想同香港啲朋友打個招呼啊。好啊，你可以打個招呼啊，即係你同我哋所有，因為我哋係一個網絡電台啦，咁樣我哋就冇一個好指定嘅一個 frequency， 即係話你一定要調到嗰個 frequency 你先至可以聽到。只要你一上網，你有網，你有嗰個 WiFi， 你有網，你就可以聽到，所以係全世界你都可以聽得到。所以我哋嘅聽眾亦都係喺全世界噶。係啊，多謝，係啊，我希望。好多謝馬來西亞呢個電台榴蓮台兩位主持人邀請我嚟大家分享下呢個美容扮靚啊選美嘅心得啦。咁亦都好榮幸代表香港去馬來西亞參加呢個比賽啦。咁希望我哋嘅呢一個扮靚同埋比賽選美嘅比賽，可以令到世界都能夠聯繫一齊咁樣啦。好，花花老師啊，可能我哋馬來西亞或者有好多國家嘅嗰啲朋友，佢哋都可能唔識得你係邊個，你可唔可以即時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呢？我係我講我先我個職業先啦，咁樣啦。係啊，咁我本身好早期呢係第一份職業係一位註冊護士嚟嘅。係。咁跟住之後我就畢咗業，做咗幾年啦，跟住我就對扮靚好有興趣，然後跟住我就開始就讀一啲國際嘅美容課程咯。所以你係讀晒嗰個護士，你先正再去讀呢一個美容課程嘅？係啊，我讀完晒畢業，然後再係做咗3年註冊護士，咁之後我再去讀呢個美容課程嘅，咁樣嘅。點解你當初你會放棄咗呢一個護士嘅工作，跟住去選擇行另外一條路呢？因為護士同美容好似係兩個唔一樣嘅嗰個唔同嘅行業嚟嘅喎。我都冇放棄護士嘅工作嘅，不過將嗰個工作嘅形式更加轉變咗去改變去等佢更加闊、更加大咁樣啫，即係改變咗嗰個服務社會嗰個目標咁樣咯。你做護士嗰陣時，你係之前喺嗰啲醫院嗰度做嘅，定係你喺美容中心做嗰啲？醫院做噶。係嗰啲普通醫院嗰啲護士嚟嘅。係啊，政府我哋香港政府醫院嚟嘅，大型嘅醫院咯，係啊，咁樣。跟住你喺呢一個轉變嘅期間，你有讀書啦，咁樣你一定會遇到一啲只是辛苦嘅嘢嘛？因為如果你應該係半工讀咁樣嘅，啱冇？你講我讀護士嗰段時間就政府都有安排俾我哋嘅，我哋喺裏邊咧一路讀書，一路去學習咁樣，一路做下工作實習咁樣咯。其實就都唔需要半工讀，好唔辛苦嘅。不過工作性質係唔容易咯，因為都要輪班啊咁樣，就都幾辛苦嘅嗰方面就。咁同美容係唔同嘅。佢嘅唔同之處係點樣呢？因為你嘅美容，你嘅美容嗰個行業係點樣樣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即是你嘅美容係做啲乜嘢嘅？好，我讀完咗個課程之後呢，我都好幸運呢，攞咗一啲獎學金，咁跟住就再一路咁深入去，再愛嚟換課程去讀咯。咁讀完咗。就了解咗美容多咗好多，咁啊好希望呢能夠將我喺醫護嗰度嘅知識呢，好希望能夠加埋入去，因為我覺得嗰段時間呢，我哋讀嘅課程裏邊呢，喺嗰個醫護嗰個知識嗰方面呢，唔係咁多，咁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就加埋入去，就創咗一個新嘅自己一個工作。即一個生意出嚟，咁我就開始做到而家都幾十年噶啦，咁樣咯。咁都而家到社會都好認同啦，所以覺得醫護嘅知識都好重要咯。咁會幫咗我哋美容嘅行業做得更加好咯。咁你嘅美容同護士，我點樣拎到一齊呢？我仲係搞唔清楚點解喺護士嘅嗰個知識可以帶到佢美容嗰度。
係啊，因為有好多醫學嘅科技咧，咁同埋衞生嘅知識咧，咁喺美容嘅時候咧，我係需要到嘅。譬如好似一個例子咁樣啦，譬如我哋做一啲清暗瘡啊，或者嗰啲療程咧，咁佢可能需要到會有消毒啊、殺菌嘅程序啊嘛。咁呢啲程序咧係需要到更好衞生嘅呢一方面嘅知識咯。咁啊可以令到嗰個程序更加好啊！咁我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呢，咁我覺得我啲客人呢，暗瘡嘅客人呢，係真係比其他如果我唔用我醫學嘅知識落去嘅話呢，我覺得佢冇咁快治療得好啊！咁所以其實係有用嘅，即係大家互相取長補短咁樣咯。咁所以花花老師你係開咗一個美容中心係咪？係啊，我開咗自己嘅美容中心都一段好長時間咯。咁你嘅嗰個美容中心佢係點樣運作嘅呢？咁其實個工作我哋呢每一日，即係如果啲係準備咗我哋嘅環境啦，咁跟住就如果佢有啲客人到嘅時候，我哋咪幫佢做過去，跟住做一個分析。咁分析清楚之後呢，就選擇適合嘅嘢嘅美容療程，幫佢扮靚靚咁咯。咁當然我就加咗一啲營養學嘅知識喺度，就等佢哋呢嗰個更加能夠呢幫到佢哋內外都咁靚咁樣咯。之前係嗰啲食嘅嗰啲營養知識，定係淨係外敷嘅？我其實就係內外都幫佢俾意見佢，同埋跟住俾啲美容方面就幫佢用我哋啲傳統啊或者儀器啊幫助佢扮靚啦。另外我哋都睇佢生活習慣啊、飲食習慣呢，咁然後呢，就喺呢一方面再令到俾啲意見佢，等佢內外都咁健康、咁好、咁靚咁樣嘅。咁呢個方法我自己都採用咗，所以都 keep 得自己 OK 嘅。咁我聽起嚟，你嘅美容中心有啲似嗰啲減肥中心咁啊！佢雖然俾你搽啲嘢，跟住幫你做啲 treatment 啊咁樣，跟住佢又會叫你要注意一下飲食啊咁樣，係咪咁樣嘅嘢呢？都類似㗎，不過就再創新啲咯，即係話除咗係身材嗰方面啊，可以即係苗條啲或者健康啲望落去。另外呢，仲可以呢係令到個皮膚個質素更加好啊！有啲好多飲食嘅知識喺裏邊，都可以令我哋皮膚好靚嘅咁樣。咁你做開呢一個美容中心咁多年咯，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是你有啲客戶啊，佢係由咩情況，跟住去經過咗你哋嘅幫助，跟住有啲乜嘢改善，跟住佢用嘅呢一個時間大概係幾耐咁樣呢？都要講好多咯，如果係好多成功例子啊。你同我哋分享一啲成功例子俾我哋知道一下咯，或者你可以從中之時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你遇到呢啲咁樣嘅 case，咁樣我哋需要點樣做啊？可以慢慢咁樣改善翻我哋啊，咁樣。好多類型我都幫咗好多啦，譬如暗瘡嘅客人咁計啦。咁有個都幾得意嘅，有個男士佢走嚟揾我，咁佢就後生仔嚟嘅。咁佢呢嚟到見到我嘅時候呢，我係睇唔到個樣㗎，因為呢佢用啲頭髮留到好長，遮晒塊面。咁跟住之後，我哋跟佢佢一向都有好，有時佢會睇醫生啦，去幫佢食啲藥，但係呢食咗之後呢，佢又覺得好唔舒服，咁佢就有人介紹過嚟揾我，咁我就幫佢咯。咁我就幫佢分析晒佢飲食嘅習慣啦。原來佢其實可能飲食方面呢係比較影響咗個腸胃啊。咁同埋嗰個食一啲食物唔係太適合佢，刺激咗個皮膚個分泌咯。咁我就俾咗啲意見佢啦，佢就好 surprise，因為佢 expect 諗住嚟美容院都係清潔咁樣啦。咁然後我就再幫佢做一啲衞生嘅步驟啊、消毒嘅步驟啊，跟住做一啲美容嘅療程啦，跟住再幫佢做一啲儀器咁咯。開頭都好慘啊，因為佢好多啊，一揭起啲頭髮呢，原來成塊面好多好多。咁我哋要俾好多信心佢啊，要大家好多時間花呢，會特別耐啲咯。但係佢做得好成功。過咗3個月到啦，咁佢跟住就大學畢業
佢就特登嚟到我個公司度帶咗啲大學生嘅帽同我影幅相去感謝我咁樣咯。咁其實之後佢做因為改善咗內外啦，咁佢個暗瘡就冇再出啦，就好穩定咯。咁呢個都係幫咗好多年青人咯，喺我嘅工作裏邊咯。咁即係係啊。咁另外有一啲係譬如係女性啦，譬如拉即係美白啊去斑嗰啲啦。咁有一啲客人佢哋因為可能唔開心啊，我哋遇到一啲咁，佢就突然之間好短時間內就出咗好多好大塊嘅斑。咁我哋就我見到佢嘅時候，我首先要了解佢原因，點解會突然之間起咁多斑啦？咁啊傾偈啦，鼓勵佢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同佢傾令到佢好放鬆，好 relax 咁樣。呢個係其中我認為重要咯，即係身心靈咯，即係靚都係身心靈嘅咯，我覺得。咁跟住之後再做一啲好基本嘅美容嘅療程啊，譬如 laser 啊，譬如話有啲護膚啊、美白嘅嘢啦。咁跟住再俾啲飲食嘅意見俾佢啦。咁佢個皮膚改善咗好多，連佢因為本身佢屋企嗰邊都有認識好多啲專業嘅人嘅，但係佢都束手無策。咁我哋嚟到我幫手，我哋仲除咗去感謝我之外，佢家人又感謝我。咁同埋佢亦都好開心，連嗰個性格都有積極咗好多咁樣咯。即係其實喺美容方面幫助人呢，唔單止係喺表面上咯，其實可能喺個生活啦，令到佢哋嗰個事業嘅機會又大咗啊，或者佢交際方面亦都好咗咯。上次話所講，其中嗰個男仔呢，佢同我影相嗰個呢，佢收尾佢結婚都有請我。哦，就做咗朋友咯，已經。係啊，佢話佢俾咗我坐主家席啦。咁我哋香港係興咁嘅，即係如果係真係好重要嘅人呢，我哋就安排佢去主家席位坐。大部分應該呢都係親朋戚友多，但係我就好特別係一個朋友咯，一個美容嘅朋友咯。咁我都好開心。佢就喺結婚嗰陣同我講呢，就話好多謝我，因為我嘅出現令到佢可以揾到佢太太咯。係咁咯。其實幫咗好多好多人，即係多不勝數嘅例子，真係多不勝數，係增加佢女性嘅自信啊，增加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提升咗佢本身嗰個質素出嚟，即係好似選美一樣咯。係啊，咁啊。即係咁樣聽花花老師你嘅分享嚟講，即是講其實我哋人，即是可能好似你生到成面都係嗰啲暗瘡啊，或者身體有斑啊呢啲嗰啲，其實好多時候唔係因為外邊嘅因素，可能係我哋身體裏邊嘅因素造成嘅。所以可能我哋要注意翻我哋嗰啲飲食啊，或者係平時啊要保持嗰啲心情開朗啊，即是讓俾自己冇咁大壓力啊咁樣，先至可以即是將自己更加之變得更靚嘅，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啊，咁我哋都個工作呢係可以提升你快啲咯，即係因為我哋都係呢方面嘅專才啊嘛，咁佢哋俾個意見佢呢係比較可以中肯啲啊，同埋更加實際啲咯，俾佢一個快速嘅改善。同埋好似我有個客人，佢係喺加拿大特登嚟揾我哋嘅，咁留喺香港1個月。佢嚟到呢係因為佢退咗休，佢都有好大年紀下，都超過60歲噶啦。咁佢就佢有個心願呢，就好想參加一啲歌唱比賽，但係又覺得自己外形方面好似都仲想提高好啲啦，因為佢上台啊嘛。咁咧佢就好，因為人嘅介紹嚟咗我公司啦，咁跟住之後就嚟到我哋呢個時候，佢就話好希望我哋可以幫到佢，可以令到佢可以改變啦，同埋後生，即係望到佢更加青春有活力。咁於是我哋就做咗一啲高科技嘅療程俾佢啦。咁即係啲類似係啲拉提 HIFU 嘅療程啦。佢又好有信心，咁佢就喺1個月內留咗喺香港，跟住就做完咗之後，佢又影咗一餅帶送俾我咁樣，就去多謝我幫佢有信心去參加比賽咁樣。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工作真係好有意義嘅。另外有一個例子係日本嚟嘅，都幾特別，我又可以同你哋分享下。好啊，好啊。係啊，我就
我哋工作我遇到一個好即係好特別嘅日本女性，咁佢嚟到我度做療程，我就好中意同我傾偈，又好喜歡我嗰個工作態度，同埋佢知道我扮靚靚咁啊，互相分享。咁做咗一段時間，跟住佢就離開咗香港啦。咁我就突然之間咧就收到日本一啲報紙傳媒咧就打俾我，咁就要訪問我。咁嚟到咧就幫我問咗，即係好似你哋咁樣訪問咗我啦。跟住就跟住過咗一個短時間後咧，我就見到我報紙出現咗喺我喺頭版度。原來咧係呢個客人送俾我嘅，係一個禮物。係啊，佢話送一個禮物俾我咁樣，跟住我都係比較低調，唔係好高調咁啊，所以喺個報紙做咗頭條又即係免費咁樣，都係因為個工作係幫到人咯，所以從而人哋感謝翻我哋咁樣。所以其實我工作係好有意義嘅，互相都有一個幫助，對我又有幫助咁咯。好似選美亦都係咯，即係一樣咯，個帶動好多嗰啲優點啊、好處啊，大家都互相都好咯咁樣。咁花花老師啊，你幫咗咁多人咯，咁樣你自己都應該係屬於係一個榜樣，所以正令到人哋對你有信心噶，係咪？咁樣你嘅身材又咁好咯，你又咁靚咯，咁樣你平時係點樣保養你自己嘅呢？因為我哋聽你分享人哋嘅嗰個故仔啦，咁樣我哋梗係想知道，我哋一路支持大家嘅榜樣，究竟係點樣保養自己呢？呢個呢就都好簡單嘅啫，其實都係身心靈嘅。我除咗係平時扮靚嗰方面，自己都有一個專業啦。咁我同埋你都要持之以恆咯，常常都做。普通話說就是不要放棄，就咁啦，即係冇放棄咁樣咯。即是講，我而家要開始減肥，就一定我減落去，唔可以喺中途放棄。係啦，但係就要輕鬆，但是要輕鬆，就唔好俾壓力，唔好即係不要給自己壓力咁樣咯。因為扮靚其實係一件好天然嘅事嚟㗎，我覺得係人都中意扮靚嘅，唔需要而尋求佢嚇。咁另外，但係方法都係要練功啦，當然即係平衡啲嘅方法咯。咁我就用呢一個方式啦。咁另外咧，我有運動，我係當享受咁樣，即係唔係話當一種壓力。咁我係唔會俾自己太大壓力㗎，因為我驚如果咁樣做法咧，你唔會持久咯。所以我保持我身體健康，同埋我體態都保持到一個標準咧，都係因為我能夠將扮靚呢件事咧，當作一種自己好天然、好自然嘅事。就唔會去特別去強迫自己去做，但係好持之以恆去改善自己，飲食方面都好留心咁樣咯。咁所以就可能個效果比較即係一路咁樣好明顯，就唔會話差翻咁樣嘅。咁花花老師，你平時通常會做啲咩嘢運動，同埋你會食啲咩嘢？即係有啲咩嘢健康餐啊咁樣冇？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係啊，我其實咧，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地道嘅食物嘅。譬如好似我去馬來西亞咁樣，檳城都好多去好好嘅嘢食，都好健康。其實主要就係食真正嘅食物咯，我哋叫做 real food 啊。即係我就好少食嗰啲係即係譬如 pizza 啊，製造過嘅。係啦 ，processed food 好少咯，因為我讀營養噶嘛。係。咁呢個身體咧，可能即係排毒力又會高啲，咁皮膚咧亦都冇咁多毒素咧，可能我就覺得白啲咯。所以我唔需要特別搽好多粉咧，成都好皮膚都話色素都好勻，好白嫩咯。咁同埋譬如唔好咁多嗰啲精製啊，我都喜歡食 organic food 嘅，係啊。譬如好似我選擇嗰啲食物咧，都比較中意有機咯，有機食物。咁天然啲係啦，盡量都係希望可以咯咁樣。飲食方面就係咁樣，同埋運動咧，我都係做輕柔嘅運動嘅啫。譬如咪做一啲
jogging 啦，即係好簡單嘅漫步啦。我就會好輕鬆㗎，咁我就同我嘅先生兩個夜晚或者有時間，我哋就去行下公園啊 relax 但係就唔好一陣間咯，要多少少時間，因為運動咧係有個intensity 嘅，即係有一個要級數嘅。我哋身體要 burn fat 咧，要燒脂肪，保持個緊緻咧，唔可以5分鐘就完咗佢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一定要超過一個時間，咁你起碼半個鐘咯，最少咯。咁你慢慢咧，我都有個心得嘅可以分享咯。譬如當你行下咧，或者你運動咧，你嗰隻手咧慢慢脹啊。我哋中國人叫得氣啊，得氣係嘛？咁咧就差唔多啦，即係個循環就會夠咯，身體個血循環就會夠咯。咁我就可以放，跟住就停咯。咁有個指標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都係一個對我哋一個指標。咁我就另外我哋扮靚嗰方面咧，就盡量唔好做啲動作咧，係令到個皮膚鬆弛嘅。所以譬如好似有啲拉提嘅動作啊，向上嘅動作啊咁樣咯，咁就令個面可以 V 啲嘅，會顯瘦啲係咪？係啊，瘦啲緊緻啲，咁眼睛又會大啲嘅，即係手法你放落個皮膚啊，按摩嘅面個手法咧都緊要嘅，因為你每一天都扮靚噶嘛，每日都搽 cream 噶嘛。係啊，另外咧仲要咧，我就習慣咧會搽一啲好高抗氧化嘅產品嘅，因為咧我哋可以防止皮膚衰老咯。我就做好多預防功夫嘅咁樣，咁我亦都有教我啲客人都係咁咯。譬如你斑未有出之前要防曬咁解咯，個道理都係一樣咯。咁你就唔會咁多好多斑點啊個皮膚。咁你平時做一啲抗氧化高嘅產品同埋食物都係啦。抗氧化高嘅咧，譬如話係維他命 C 嘅產品啦、綠茶嘅產品啦，或者一啲膠原嘅產品啦，咁你都可以多啲喺個皮膚度搽下，白嫩好多、緊緻好多㗎，啲皮膚水潤好多。譬如嗰啲玻尿酸啊咁樣咯，咁你跟住再搽防曬咯，咁就令我皮膚好緊緻、好潤啦、光澤咯。好似我上粉好容易嘅，因為我平時都日日都有照顧個皮膚啊嘛。我哋真係啊，真係好多嘢啊！如果就係講呢個美容，真係一大堆可以，我哋真係可能講到聽日都講唔晒咯。係啊，咁啊，都係要敷下 mask 咁樣咯，做下啲儀器咧，可以令到個面部咧緊緻啲。咁你到時你就唔使修飾咁多輪廓咯，咁樣咯。冇咁容易鬆弛啦個皮膚，係啊，係都每一天都去照顧住，但係又唔好俾佢壓力，呢個就係我嘅心得咯。